一份專屬華人嘅精神標記，獨一無二，一個驚豔世界嘅文化符號，四海皆知。佢締造出粵語聲風嘅合拍江湖，上演住轟烈浪漫嘅英雄故事。華夏文明上下5000年，神州大地泱泱9萬里，合拍精神從不缺席，源遠流長。喺嗰個高度中央集權嘅封建社會，呢個不受朝廷約束嘅游俠群體，到底係點樣萌芽嘅呢？而更令人意想不到嘅係，武俠文化同嶺南文化竟然係同宗同源，廣州更加係俠義精神得以傳承嘅發源之地。歡迎收睇《武俠史》第2篇《嶺南武俠文化之起源》。大家好，我係 Jackie， 歡迎翻嚟我個頻道。我哋繼續關於武俠嘅話題。上一期同大家釋義咗武同埋俠，亦都從各種古籍當中剖析咗俠嘅定義。大家對武俠嘅概念應該會有更清晰嘅認知啦。如果仲未睇或者唔記得咗嘅，可以 click 翻入呢條片翻煲下。喂，你唔係冇睇啊嘛？拍咗唔睇，唔係唔俾面啊！俠以武犯禁，喺封建帝制社會，當權嘅統治者點可以容忍俠嘅存在呢？呢種無政府反皇權嘅武俠文化係點樣喺夾縫之中發展起身嘅呢？合拍江湖到底係真實嘅歷史，定係只係一個成年人嘅童話呢？今期同大家解構下武俠誕生嘅根源，以及用鏡頭同大家一齊睇睇2000年前武俠發源地嘅遺址。公元前1046年，武王伐紂滅商建州，呢個《封神演義》嘅故事，估計大家都唔陌生。周朝建立之後，制定咗森嚴嘅社會等級制度，自上而下分為天子、貴族、平民、奴隸。貴族又分為諸侯、卿大夫同埋士，而士作為貴族嘅最底層，其實就係基層公務員。佢哋接受貴族嘅陸藝教育，可謂能文能武。而呢班社會精英就係後來游俠嘅雛形。至於佢哋如何走上江湖呢條不歸路呢？我哋一陣再講。話說公元前781年，周幽王繼位，呢條木嘴呢就衰鹹濕，為博嗰個妖艷賤貨褒姒紅顏一笑，烽火戲諸侯，仲為咗呢個必辭廢除咗原配申后同埋太子，親手摧毀咗先王定下嘅立嫡不立賢嘅宗法制度，搞到禮崩樂壞。父親，我是嫡長子啊！而申后外家呢都唔係嘢少嘅，佢老豆係新國國君，點可以俾個女同埋外孫受咁大嘅委屈呢？即刻聯合曾國同埋犬戎兩個諸侯國，共同發兵攻打周幽王。當時嘅周朝已經冇晒威信啦，再加上呢個係周天子同埋外父佬嘅家事，其他諸侯都唔想插手，大家就翹埋雙手做花生友。孤立無援之下，西周滅亡。時間係嚟到東周，唔係八卦雜誌啊，係春秋戰國。其時諸侯割據爭霸，兵荒馬亂，百姓民不聊生，哀鴻遍野。不過亂世係出英雄，各路諸侯都喺度招兵買馬。加上當時學術下移，私學興起，普通百姓都可以獲得教育，學術內容亦都唔再局限於陸藝，既可從文就亦可習武，民間儲備咗大量嘅人才，數以萬計平民進入士大夫行列，治國思想同埋兵法戰術同步大爆發。文士薈萃廳堂，鑄就學術大成，激起百家爭鳴。武士馳騁沙場，建立偉業豐功，叱咤逐鹿群雄。隨住諸侯混戰嘅烽煙四起，周朝進一步衰落，井田制瓦解，宗法制崩潰，士族不再獲分土地，亦都唔存在血緣繼承嘅資格，逐漸失去咗固有嘅階級性質，形成事無定主嘅流動狀態。其社會地位亦都發生咗微妙嘅變化。
春秋初期，武士喺戰場上開疆拓土，係國之利器，地位喺民士之上。到咗後期，戰爭規模變大，更加講究戰略戰術，武士嘅個體價值下滑。佢哋其中一部分融入到新興嘅軍隊，為朝廷賣命，成為國家機器。一部分轉為貴族門客，即係幫有錢佬打工，受人2/4就做到索晒氣。仲有一啲唔願意被約束、拒絕體制化嘅武士，佢哋堅守快意恩仇，執念江湖道義，最終選擇遠離朝野，四海為家。至於文士呢，佢哋飽讀詩書，為實現自己嘅政治抱負，遊走於各國，為諸侯獻謀劃策，開始進入權力核心。布衣下士可以憑自己嘅學識同埋能力加官進爵，甚至躋身上位，成為政治變革嘅主導力量。自此，文士者崛起，入朝為官，經綸社稷千秋；武士者式微，入世為俠，縱橫三江五湖。嗱，如果你睇到呢套都未轉台呢，小弟真係感激不盡啦。畢竟冇咩人會開住條片嚟聽中史課嘅。咁何解要大費唇舌去講解俠客形成嘅背景呢？除咗想還原呢段不為太多人熟知嘅歷史，亦都想通過呢段歷史去剖析武俠文化嘅核心精神。首先，俠脫胎於士，存在貴族身份上嘅自我認同，有一套高標準嘅行事準則，入道德觀念。但係亦都係因為呢種自我意識，佢哋敢於蔑視權貴，甚至有底氣對抗朝廷，有住以生俱來嘅反抗精神。再者，佢哋雖然習武，但係並非莽撞匹夫，而係接受過高等教育、文武雙全嘅社會精英，學識、禮儀、武藝、道德缺一不可，具備咗以上嘅條件同埋質素，先稱得上俠。時間嚟到公元前221年，秦滅六國，一統天下。中國喺歷史上第一次成為一個大一統嘅國家，但係剛剛稱帝嘅秦始皇始終不得安寧，皆因前秦時期嬴政曾經多次遭遇刺客暗殺，包括上集提到過嘅荊軻，仲有佢嘅沙煲兄弟高漸離，以及後來輔助漢高祖劉邦打天下嘅張良。嗱，張良呢個人呢，真係好犀利嘅，可謂真正意義上嘅大俠。下集傾到漢朝嘅時候，再展開嚟詳細講。我哋傾翻秦朝先啦。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，結束咗春秋戰國500幾年嘅戰亂，但係游俠對於政府嚟講，始終係一個巨大嘅威脅。為咗消滅呢股武裝勢力，秦朝制定咗一系列禁武嘅政策，趕絕民間游俠。同時仲大規模收繳兵器，戈、矛、槍、戟等重型長兵均須上交，否則格殺勿論。百姓絕不允許私藏兵器。據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中記載，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陽，燒以為中居金人，以為12銅人，各重千石，置之宮中。從此民間無兵。但係有一樣隨身武器呢，卻因為其攻擊性弱而允許喺民間流通，佢就係劍。從周朝開始，劍就係一種禮儀兵器，象徵貴族嘅身份。佩劍唔係為咗殺人，純粹係攞嚟襯嘅，就好似女人啲袋咁。哇，你唔啱嘅，好時袋啦，地圖袋啦，腰袋、Burberry 袋㗎。你今日要去襄陽見郭伯伯啊？咁莊重，梗係孭把原鐵重劍啦。下晝同姑姑返古墓撐台腳，咁就換把紫微軟劍啦，輕身啲，瀟灑啲啊嘛。捐入個古墓都輕鬆啲啊！嗱，呢度有一 set 高定款，適配唔同嘅場合，全部都係名設計師歐野子手工打造嘅。今日買俾個8折你啊！點講都好啦，
就係因為秦朝禁武，呢把原本不具備太大殺傷力嘅劍，瞬間攀上咗兵器排行榜嘅榜首，成為俠客嘅標配。用劍嘅方稱得上俠，耍刀嘅充其量係客。你再偏門啲，用琴啊，你就魔啦。用劍係型啲嘅，你睇楊過同小龍女練嘅都係玉女劍法啦，改成玉女刀法就肉酸啦。仲有令狐沖，如果攞住個流星錘耍翻到獨孤九除，硬好打你都唔瀟灑啦。所以我一直都中意步驚雲多過烈風噶。雪飲狂刀係好犀利，但硬係覺得絕世好劍似主角啲。傾翻秦帝國禁武政策先啦。除咗上述收繳武器嘅禁武令，仲有一系列趕絕遊俠嘅措施，廢井田、開阡陌，切斷咗遊俠嘅經濟支柱；戶籍制、連坐法，消滅咗遊俠嘅生存空間。即使身懷絕世武學，亦都難敵國家機器，民間嘅遊俠紛紛逃亡。但天下之大，均為秦土，可以去得邊呢？北上呢係匈奴嘅勢力範圍，遊俠無法立足。加上秦始皇喺度起緊萬里長城，插翼都難飛啦。而南邊呢係一片荒蠻之地，但係勝在地形複雜，更易於躲避追捕。加上當時南方嘅百越部族係秦朝管轄嘅邊緣地帶，中央政府難以控制，絕對係著草嘅最佳路線。逃亡嘅人群中，仲有前六國嘅反抗勢力，以及從焚書坑儒嘅柯正中逃脫出嚟嘅儒家學者。本來不毛之地嘅南方，開始聚集咗大量嘅人口。重點係呢批南遷嘅中原人士，大部分都係反政府人群。用今日嘅說話講，即係政治難民。有武藝高強嘅民間遊俠，意圖復國嘅前朝貴族，飽讀聖賢書嘅知識分子。南方呢片本來荒蕪嘅法外之地，成為咗秦國除匈奴之外最大嘅威脅。為咗除去呢塊心腹大患，秦始皇先後發動咗3次南征，一共花咗將近10年，合計動用60萬兵力，於公元前嘅210年，終於打下咗呢片百越之地。不過有啲嘢呢就係整定嘅。南征勝利嘅同年，秦始皇駕崩，中原政局陷入混亂。次年就爆發咗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嘅農民戰爭，陳勝吳廣大澤鄉起義。雖然僅僅6個月就被鎮壓咗落嚟，但係亦都動搖咗秦朝嘅統治，鼓舞咗全國嘅反秦勢力，中原一帶再次陷入戰亂。而南邊呢塊啱啱被征服嘅土地，因為五嶺山脈嘅天然屏障，中原戰火無法蔓延過嚟，反而相對太平。加上當地時任嘅郡威趙佗並冇沿用秦朝嘅高壓苛政，而係實施相對寬鬆嘅政策。經濟上減少徵稅同埋徭役，文化上尊重百越民族嘅生活習性，仲鼓勵漢族同當地通婚，促進民族融合。而佢利用南方沿海嘅地理優勢，開放對外貿易，顛覆咗秦朝重農抑商嘅政策，首次打開咗中國南方嘅海上貿易大門。喺趙佗嘅管治下，呢片曾被稱為南蠻嘅不毛之地，短短幾年間迅速發展起身。而反觀中原嘅戰火就越燒越烈，大批躲避戰亂嘅流民持續南下，形形色色嘅新移民亦都帶來咗更多來自中原嘅文化、技術同埋生產力。公元前207年，一統天下不過15年嘅秦朝，終於走向滅亡。神州山河再次陷入紛爭，中原大地又見烽煙四起。掌管南海郡嘅趙佗當機立斷，切斷同中原嘅一切聯繫，同時派兵佔領咗旁邊嘅桂林郡同埋象郡，亦都係今日嘅廣西同埋越南北部，統一咗整個嶺南地區。於公元前204年，趙佗自立為王，建立南越國，定都番禺，亦都係今日嘅
廣州。趙佗係嶺南文化嘅奠基者。喺南方呢片荒蠻嘅土地上，一群係土生土長、民風彪悍，甚至用處於氏族社會嘅原住民部落；一群係來自中原、魚龍混雜，因為各種因由逃難落嚟嘅漢族新移民，生活習性、文化習俗都截然不同。而趙佗則通過和輯百越，緩和民族矛盾，多元文化逐漸融合，從而萌生出一種獨特嘅地域文化。呢個就係嶺南文化嘅雛形。趙佗係尚武精神嘅保育者。秦始皇嘅禁武政策，加上重文輕武嘅官僚體制，老百姓都唔再樂於習武，中原一帶嘅遊俠基本絕迹。而逃難嘅武林中人則聚居嶺南。武將出身嘅趙佗自然理解習武之人嘅難處。佢頂住中央壓力，收容咗呢批逃亡嘅遊俠，尚武傳統喺嶺南得以守護。而當尚武精神遇上嶺南文化，再加上因為焚書坑儒而南遷嘅儒家學者，三者有機融合，就萌芽咗最早嘅武俠文化。亦都可以話趙佗係武俠文化嘅始作俑者，而嶺南則係武俠文化嘅孕育之地。我哋如今回顧呢段嶺南嘅歷史，曾經荒蠻嘅百越，因為寬鬆嘅政策得以穩定發展，又因為秦朝嘅暴政引致難民難逃，吸納咗大量嘅人才。期間中原戰亂，南越國相對獨立嘅治理又避開咗動盪嘅局勢，加上嶺南沿海嘅地理優勢，發展起最早嘅海上貿易。當然唔少得嘅就係南越王趙佗對多元文化嘅包容，發展出獨特嘅地方文化。嗱，傾到呢度，唔知你有冇發現呢？2000年前南越國崛起，同上個世紀香港嘅發展有住異曲同工之妙。而南越國崛起嘅背景係秦朝嘅暴政，香港發展嘅背景唔講得，都係要講兩句嘅。其實一個社會經濟能否得以發展，百姓嘅生活能否得到保障，包容性嘅制度係先決條件。我哋自細就俾嗰套姓馬嘅所謂辯證理論洗腦，講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，生產關係決定上層建築，最終構建社會制度。咁先秦時期荒蠻百越部落有咩生產力可言呢？佢哋大部分甚至仲處於原始嘅氏族公社，而當時中原已經有相對先進嘅所謂封建制度，生產力亦都遙遙領先於南方。但係對比秦朝嘅暴政管治，趙佗寬鬆嘅政策反而使得南方得到迅速嘅發展。如果你又用嗰套理論話呢次係一次偶然事件，需要辯證分析，blah blah blah咁，我嚴重建議你讀一下《國家為什麼會失敗》呢本書。呢個係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嘅代表作，記得讀原版喎，簡體中文就算啦。佢徹底顛覆你對社會發展規律嘅認知。不過對於嗰啲激進嘅左派人士咧，肯定會認為呢部著作又係一次西方意識形態嘅陰謀顛覆啦。只要價值觀不一致，我理得你咩權威學術呢？諾貝爾獎都係反動勢力啊，必須踢出中國。耶穌都留唔住佢，我話嘅。好啦，唔好講啲敏感嘢啦，都係講翻啲好玩嘅嘢啦。好多外地嘅朋友嚟到廣州，都會問我廣州有咩好去處，咩廣州塔啊、珠江夜遊啊嗰啲，其實我都未去過㗎。但係既然咧嚟得省城，我嚴重建議你參觀下南越王墓博物館。雖然呢個咧就唔係趙佗本人嘅帝王墓，而係其皇孫趙末嘅墓地，但係都可以令你一睹嶺南文化嘅起源。得閒行多啲博物館啦，有意思過你嗰啲網紅景點打卡嘅。最後咧，用鏡頭帶大家參觀下南越王墓。下一期同大家傾一傾江湖上嘅武林幫派係點樣形成嘅，以及達摩祖師嚟到少林傳功嘅故事。
今期節目就到呢度啦，記得 share、like、subscribe， 多謝支持，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